乡亲时代好朋友，大家平安，大家好，欢迎收看《华视台语新闻杂志》。伫一个欠水阁欠电的环境，囡仔是要安怎来读册甲生活呢？缅甸这个国家离台湾2500多公里，伫个东南亚是领土第2大国家。虽然近年来快速发展，但是当地民主化的速度较慢，基础建设也是相当的欠缺。所以这个好业产差真多，庄脚甲都市嘛差真多。偏乡的囡仔读册环境真歹，常常都咧断电，参要啉清气的水都有困难。台湾的扶轮社看海送爱，援助当地国小修建新校舍，搁来提供到净水的设备，改善偏乡囡仔的生活。华视新闻采访团队前进缅甸军事来记录，来看咱的报道。11月，缅甸红色的日头替万里晴空增添淡薄仔色彩，用34度热情欢迎阮的到位。采访小组往缅甸南平博古这个省前进，离永光赛车差不多2点钟。愈往偏乡行，所看到的景象，袂输是行入时光隧道，退回到50年前的台湾。店面徛街大部分拢是马草厝，人力车、农用车安尼走来走去，车路顶面更加是土加碎石啊！村民看到外来访客，拢感觉真好奇。沿海规蛇路总算到目的地甘尼小巷。这个囡仔面拢是充满着天真无邪的笑容，展现上个真诚的欢迎。有人面抹缅甸特有的风拍松特纳卡，有人是烫赤卡踏入地内真无简单的阿妈头的土卡顶。有超过1半的村民拢赶来学校见证这个小小庄仔头历史上的事情。接下来我们要来净水器的一个捐赠，我们请总监来捐给我们的学校校长。甘尼小学校龄已经超过63年，更是当地唯一一所基础的教育建设。学校老旧，环境简陋，而来自台湾的公益团体看见孩子们求学的困境，协助修建校舍，改善他们最基本也最真实的需求。嗨。ခိုင်လဲခိုင်ကန်တယ်ပြီးတော့ဒီเจ้าကြီးအရင်လဲတန့်ရှင်းတယ်အဲ့တော့ကျွန်တော်ဒီเจ้าကြီးကိုအရင်လဲနှိမ့်တက်ပါတယ်ကျွန်တော်အရင်เจ้าမှာတော့ဆိုလို့ရှိရင်ကျွန်တော်တို့စော့ကစားရတာလည်းမလွတ်လပ်ပါဘူးဒီเจ้าကြီးမှာဆိုလို့ရှိရင်ကိုစိတ်ကြိုက်လဲစော့ကစားနိုင်ပါတယ်เนาะစိတ်ကြိုက်လဲစော့ကစားနိုင်တယ်ဒီတိုင်းလဲကိုပြေးပြီးတော့တကယ်ချင်းတွေလည်းဒီလာစော့ကစားနိုင်ပါတယ်ဗျာဟုတ်ဒီကြည့်လို့ရှိရင်ဒီကြီးကနေအော်ရန်ဒီပိတ်ပေးတယ်ကြီးတန်းနေရာတက်လို့ရတယ်ဒီပြလို့ချင်းဒီပြနိုင်ငံတော်တချို့ရမယ်ဆိုတာနိုင်ငံတော်တချို့ဒီပြရမယ်ဆိုတာဒီလိုကြားမြင်ရတစ်ခါမှမတက်ဘူးတော့လေပြောမှုတယ်တကယ်ရင်းတွေကိုလည်းပြောပြတယ်မိဘတွေကိုလည်းပြောပြတယ်囡仔用花梨2字来形容新的校舍，行入教室。大个成团鞋啊，就惊讲全新的阿妈拖卡的垃圾器，摕到新的文具，因欢喜家拢摕伫手内真珍惜。好，这里比比啦。
一日专心的册椅仔顶认真读册，这是这阵偏乡的囡仔对外界爱心上界直接的回报。因为因本来教育甲环境加发展真好市区未比近，甚至互人想袂到。三只砖仔头刻咱的生活是甘尼村上界真实的写照。时常无电通用，连要啉一个清气的水拢有困难。平常时干来使用古井水，也是溪水。甘尼小学总共350个学生，因为这个校区伤过偏僻，资源真苛欠。我们实际跟着老师来到甘尼国小的旧校舍，可以看到这边里面其实设备都非常的简陋，而学生大部分都是席地而坐。爆点那些人比较爱你加上偏的角落是比较斜着，他们也比较恐怖嘛，比较提心吊胆的教书嘛，所以是他们提醒叫他们来援助一下嘛。雨季下水的时候也是要淹过这旗子嘛，大概要高3英尺、4英尺左右嘛，所以非常情况是不好。是日来看旧的校舍，教室拢起强要倒去啊，无多冻风炸风。学校地势较低，6月到10月雨季来时，便落雨就淹水。2019年，国际扶轮3市9控地区甲大商合作，募集2000万的经费，并且甲缅甸政府协调，拨出几千坪土地，飞过2578公里，启动关键新校舍的计划。它是木造的教室哈，因为当地的话会淹水哈，木造的东西经过60几年的话，它就腐化掉了，所以说不堪使用哦。我们最主要是说让他们有一个非常好舒适的环境哦，来好好的读书哦。我相信对这个世事的话，一个是非常好的一个教育。所以工程团队来动土兴建，规家拢比较台湾的建材，用1年多完工，唔拿去运动场、高经教室、了现代化的便所等等的设备，替囡仔兴起一个安心学习的校园。父母也是比较援助的嘛，援助多么好的援助也是帮助不了嘛。现在的话，新的学校就是条件也很好，所以他也非常愉快。转给的所有的单位，他是很谢谢。住的学校就是条件是不太好嘛，他还是比较舍不得。对，现在的话也是愿意把握条件，用了教师的设备跟他们的能力，把它多加教育一下孩子们。高回秀山甲伊的同学头一摆用到清凉的自来水，囡仔天真的眼神甲笑容，互人难以放袂记，打动所有人的心。用起来什么感觉？不买毛，这里呢，东澳的不路看，这米路看哪只嘛不路？有嘞，哪有？我家咯，其他家咯，找哪个你要担心。除了硬体设备，台湾公益团体嘛看见危机。较早，缅甸偏乡自来水普及率真低。依照世界卫生组织2015年的调查报告显示，缅甸敢若4.1%的家庭有自来水，卫生条件相对较歹。依照统计，5岁以下的囡仔死亡率，1000个囡仔内面就将近48人会死亡。为了改善当地囡仔的生活，新校舍的计划嘛特别起饮用水的系统。不过的甘尼村一共有430户家庭，大约有2500位居民。而在学校内新建的净水储水设备，不只可以改善学生的用水情况，也能提供给全村民都能够有干净的水源。飞过2000多公里，无分国界爱心，台湾公益团体行入缅甸的角落，带来帮助甲温暖，一拍灯点亮囡仔希望，一组桌仔甲椅仔改变囡仔未来，一滴水滋润因的生命。
和这阵偏乡散这囡仔，会使平安健康的大汉。